啦。这边啦，这边啊。我给你介绍者，阮师傅你完啦。你好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搞滚啦！阿基啊，今日阮来哦，专工要来拜托一件代志啦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你遮有交骨无啊？交骨有啊。你要几块？是要你几块？要几只的啦？几只的？哟，无安尼啊，我替你问看卖好。恁坐。别急，紧问啦。恁就坐啦。别急啦。喂，阿仔哦，我阿二啊啦。你好。我要甲你请教，你遐敢有迄个交骨几只？安尼哦。好，我这若决定哦，我随甲你讲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是。王小妹，到底是安怎？莫搞闹去呢？我阿二也是好顶人物，哪有可能闹贵啦？恁若决定要治吼，我随叫人阮台东甲你调过来。真是嘞！哈啦。多谢。有啊。是讲计绍是偌济哈？安尼啦。20哦。啥物20？200啦。啊200。200。敢若趁着遮个钱，当时才会当赚着200块。遐人遐毋困咧创啥？哦。阿海啊，你敢有法度去借着钱？你借钱咧创啥？你若借钱要买药吼，免讲啦。见摆若借钱就要买药啊，偌济人买，这口罩毋是干那双金嘛呢？还佫有阿泰阿美啊呢，拢免食免啉哦，免穿哦。吵死人嘞！吵死啊！无你即摆啥物意思？你咪钱无你中草，你咪袂困是？哪有法度啦？无较骨力嘞，阿景啊，买药的钱是要对来啦。恁爸趁的钱拢交你是安无？你啦，一工掠鱼，3工拍网啦，趁遐个钱食饭就无够啊，莫阁讲买药啊啦。好啦，愿拍你去拍啦，你来看你外口。
真正是你拍的？是啦，啊若拍了无好，你唔通笑呢。一个查人会当拍安尼，算起来都袂歹。好，这支我买。多谢，多谢多谢。多谢你啊，这边。你若是用了无好，你会当摕倒来摕啦。啊，若是好，就希望你开心啦。会啦会啦，那你比阿海的骹手哦较美丽，我安尼就放心。生理会甲你介绍啦。哦，对对对。多谢啊，这边。多谢多谢。再过来坐啦哈。哎，师傅娘啊，真无简单，菜都卖出去啊。是啊。哎，三，你看，哎，啊，托表来到创啥？啊，就来买一支菜刀啊。吼，我学了师傅娘的功夫吼，偌赞的呢。假啦。你熬啦！你真熬啦！你出师啊啦！恁爸阿迄块看板哦，好绑落啦，换你挂你的名啦。食无3笔硬菜，要上西天。人是看你查某人，当情你才甲你买，你毋通当作讲你高甲会飞天正地啦。我也无讲我搞啊，我敢若想要加趁一寡钱。人医生就明明讲，迄小儿麻痹无药医啦，你偏偏无爱信，哈？你家己看，迄个囡仔自出世到今啊，食药比食饭较济，已经食4年啊啦，敢有效？恁爸就毋相信讲，迄几支高骨头是仙丹妙药。啊，毋过这个高高人讲足有效的呢，有一个人爱袂晓行路啊，啊高高食了了后，毋但会爬树啊，搁做互人用呢。你别听你咧笑歌戏。高高有效，高高若够有效哦，遐医生管就拢关起来，破病拢去食高高就好啊。毋是讲我这个做人的老爸真正遮尔无情啦。你若讲真正食有效，我毋就无话讲，哈。你毋是你规个钱拢摕去买药啊？你家己看啦，阿泰啊，甲阿美啊，两个囡仔个安尼散鼻，结果呢，食了够有效？秋兰啊，你莫讲啊！迄是万底深更啦，较济钱落来都袂甜啦，遐钱摕忝喺海底，还佫挡一个啦。啊，毋过高高若食是有效，咱为着要省钱，无互阿囝啊食着滋味，安尼我怨叹一世人的啦。好啦，高价还佫欠偌济？50块。迄个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最后的一摆哦。这摆若佫食无效哦，以后你莫佫甲我买高价哦，有听无？咱的一场梦，可比亲像开水不回头。咱的一段情花啊，母亲花，可比母亲离情。是吧？今日讲了蛤蟆头路没？无啦。哦。师傅娘等下啦。好，去哪？到那边去。我看看。哦，那叫啥？师傅娘啊，当时要空啊。我即摆来空啦。阿勇啊，麻烦到去有茶好无？好啊好啊好啊。多谢。行。几支啊狗骨头敢真是有效？恁爸才无爱信。迄若敢有效哦，电话条款来开花啊啦。师傅娘啊，狗快空了呢。啊。你还讲绝对袂显的啦。哈，袂用显了。无用的啦。阿勇啊，哎，叫茶叫遐尔辛苦，先去休困一下啦。好啦，啊无我明仔食餐，我来倒骹手啦，吼。哦。
身躯臭汗酸味，敢若规年捌洗唔开。啊，你是煮好啊未啦？啊未啦。你知影即摆几点无？安尼我拢免煮哦。啊，无是爱搁煮偌久啦？ 7天啊！啊，你是有讲唔对无？爱7天哦。我唔管啦，我唔管你是7天还是7年啦，我即摆就要煮啦。看你要判，判你来我耍。你袂甲我叮当的啦！你我你做啥啦？阿母啊，你也看啦，阿嫂讲要你连续占7天啦，那安尼我拢免煮啊。秋兰，啊你是要变啥物出头啦？我是伫控高家，一定爱连续控7天啦。 控高家，你控高家是要创啥？是要互阿囝啊食的啦。歹势啦，我摕到交骨的时阵，就向公公哦，早就爱控啊，无先甲恁讲一声，我是较毋对啦。阿秀啊，是毋是会当麻烦你去外口暂时用砖啊贴贴的先煮啦？那安尼你是安尼要家己水内口煮啦？袂用的啦，这即摆拢已经控落去啊。假使哦，若是后白叮当，规天拢会歹了了啊。 嘿啦嘿啦，拢你的话了了啦。阿母啊，安尼袂用伊啦。阿秀啊，也拢咱家己的人咧，啊7天你啊恁就啉者都过去啊。你即摆若无互伊用吼，迄外头的人毋知要安怎讲的。阿母啊，你都毋知影，为着阿嫂要抓药啊吼，我迄早连续已经量足侪摆啊呢。伊即马起笑啊，敢讲咱两个对起笑的哦。是的啦。 秀兰啊，我即摆甲你聘哦，这控啥物干若是互阿囝啊，佫食无效哦，以后吼不准你讲我这鼎灶甲控啥物药啊，阿囝啊食，知影无？好啦。哎呦！阿嫂规工踮灶骹哦，控个什么死人家啦？啊，叫我用这煮啦，煮到臭到甘豆腐是要效果啦。无安尼啦，我会斗3工啦。你若有较硬吼，好你啦。无啦，阿秀啊，吼，有听到着？吼，番薯好食吼。啊，是啊，那叫。互你某气饱啦，搁食会落。莫安尼啦，啊恁说啊，控一个狗狗嘛是为着迄个囡仔，你嘛较体谅的。大伯啊，毋是讲我爱讲啦，啊你当一个查甫人，毋通安尼吼点点放恁某咧乌爸母啊，母甲一间厝母傻傻，连阮吼嘛对衰惨咧，安尼够道理。啊无你是要安怎啦？你嘛甲讲一个，啊毋通安尼点点点啊吼，搁再去起笑啦。你看啦，阮互伊母甲安尼吼，连一顿饭都无法度煮。啊恁呢？甘愿3顿食番薯，你过日子哦？这若互外口的人吼听到、伊看到吼，咱毋知安怎想哦。人会讲吼，你无路啦，惊某啦，无路用啦，连敢耳海一声都毋敢，看某你食穿的哟。无你是讲啥话？小查某。师啊，师，啊你是要做啦？师啊！ 咱的一场梦，可比亲像开水不回头。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情。无茶，我无意识的。你冲啥
兰啊，你嘛较有责任嘞。母啊，好啊啦，啊，但伊啊歹去就歹去啊，对我算赢嘛，啊，无想安怎？我要分家伙啦！啊，啊，不结伙？啊，若无去分分的吼，你阿嫂看到啥物件就杀去伤，讲这是公家的啦。到时阵哦，我都找无人好陪啊。好啦，要分就分分的啦。个人管个人的啦，要不要票话？秋兰啊，你有意见无？你讲好就好啊啦。好啊，那安尼吼，即摆就分分的。阿稳，行啦，紧来分啦，紧啦，啊无厝了吼，这收了了啦。阿嫂啊，紧来啦！秋兰啊，秋兰啊，什么代志？我都要分家伙啊！我毋是讲过啊，恁要安怎就安怎，我无意见啦，我要去灶骹顾火啦。小等下啦，顾什么火？啊，无差一点仔时间啦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先讲的，啊，要去顾才去顾啦。 OK，阿美啊，去灶骹替阿母顾火，吼。好。去。顾好啦。这边。你的物件拢在外口啦，啊，剩房间这物件啦尔。房间哪有啥物件通好分啊？迄当然嘛有啊。所以讲吼，你一定爱在场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若毋知的人，掠准讲阮趁你无地的时阵，你甲你欺负。啊，你嘛知影吼，我这个人吼上无爱讲偏，啊嘛无爱放偏啊。好啦，无麻烦恁较紧的。会啦会啦。阿嫂啊，上品就好哦。即摆灶骹吼调查阮让你煮遐尼久啊，后摆若讲着要煮食吼，你着爱让阮这边先煮哦。好啦。阿母啊，迄厨啊吼，甲这烫树，敢是你嫁过来嫁妆哈？是啊。啊，那安尼就对啊。阿母啊，你即马吼我伫咧食清呢，安尼算起来吼，这烫树就是阮的啊。这内面放遐尼侪物件，要清嘛歹清啊。我插插你，啊若是阮的，我着要搬啊。好啦，拢无去啦。阿母啊，啊这只桌啊，敢是甲烫树做伙夹过来？敢若是会款。桌啊，你若是搬去，囡仔是要安怎写字啦？啊，啥讲无桌啊，就袂当写字啊。啊，搁这电火珠啊啦，这电火珠啊吼，是你还袂嫁过来的时阵，阿母叫我去买转来搭。啊，所以吼，等下我就去拔起来。